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專程過嚟馬鞍島呢邊睇樓就係呢個海景大房粵海城啦。維多利亞港同款豪宅質感，同深圳前海一橋之隔，淨係價錢呢都係深圳嘅1/10咋。今日一次性帶大家睇埋4大住宅，仲有園林啦、商業街啦、現樓實景、交通同埋升值潛力嘅。想灣區置業自住通勤呢條片千祈唔好話走啊！首先同大家講下小區嘅舒適度啦，呢度嘅樓間距呢最闊去到350米，完全唔會遮光嘅。呢度係片區稀缺2.5超低容積率、低密度社區，入邊規劃咗8.3萬平方米嘅雙主題度假園林，8大景觀、休閒泳池、兒童遊樂區同埋休閒空間。出咗小區之後呢，仲有13座生態公園啊，日常散步、游水啊、湊小朋友一站式滿足晒。交通呢先至係馬鞍島嘅核心優勢啊！呢個樓盤呢，距離深中通路先2公里咋，30分鐘可以直達深圳灣口岸，仲有業主專屬嘅深中巴士5蚊雞直達深圳，每半個鐘一班車，返工超方便。自駕10分鐘係到咗中山嘅港口碼頭，坐船50分鐘就直達香港機場噶啦，65分鐘就到咗中港城。規劃呢喺2027年開通嘅地鐵。距離項目淨係1.6公里咋，30分鐘接駁廣州、珠海、海陸空立體路網，往返大灣區各個城市都好快。今日重點講下4大在售主力住宅產品，戶型覆蓋咗79至到123方嘅2房至4房。第一款呢係79 2房2廳嘅細戶型，但係呢格局係好實用嘅，低門檻輕鬆入手，細戶型多出咗好多靈活空間啊！仲有呢個89方嘅3房2廳2衛，雙維設計，唔使爭廁所，6米闊嘅海景陽台，無論係出租自己住，流通性都好強。呢個110方嘅大環廳，空間闊落，3房2廳2衛。主人房呢係獨立套間嚟嘅，仲可以睇埋海景啦，一步到位啊！仲有呢個123方3房2廳2衛嘅，無論入手邊個戶型呢，都好有升值空間嘅。好多朋友買樓最驚係爛尾樓噶啦，粵海城而家全棟已經竣工備案，綜合營收完嘅現樓，即買即住即出證，園林車庫泳池全部都係實景情形，唔使等交樓啊！發展商呢係深耕灣區41年噶啦，總資產係超過1700億，品質同埋交付絕對有保障嘅。片區仲有規劃6大高端嘅醫療機構，屋企嘅老人家細路仔健康有保障啦。再同大家講翻而家最現實嘅問題咧，總價係100萬起步，買翻一層咁樣嘅精裝好嘅現樓咧，唔使再額外使錢裝修啦，收翻嚟咧自己住同埋出租都好 OK 噶。馬鞍島定位中山前海，大量嘅高新企業入住，升值空間係睇見嘅。全現樓即買即收，一線海景，低密度間距，交通方便。對比深圳嗰邊嘅房價，價錢真係相差好大。睇緊視頻嘅你，如果你都想睇樣板房，想了解最新樓層優惠，直接私信我帶你實地睇樓。